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7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是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沪市沪指创下年内收盘新高，这个从指数看那是绝对的慢牛。18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收涨0.5%，报3534.48点，创年内收盘新高。创业板指数涨0.34%，深成指涨0.37%。这个沪深两市成交额1.5万亿，量价配合似乎还挺健康。全市2600只个股上涨，就是涨跌各半。这个指数从3300点涨到3500点，按道理金融消费者应该是略有这个收获，但是这个钱能不能捂得热，能不能拿得住？这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毕竟有很多金融消费者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涨出股灾的感觉，并且这个银行股已经连续3天回调。新浪银行有一篇报道叫银行指数连跌3日，股东逢高减持平线，银行股行情见顶了吗？根据万德的数据显示，银行指数已经连续3天下跌。7月15日、7月16日、7月17日，银行指数分别下跌0.96%、0.48%、0.28%。而在此之前是7月13号，银行指数最高报7927.8，创下历史新高。这个银行股、银行板块上涨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从去年9月12号到现在，银行指数上涨48.4%，今年银行指数已经上涨19%。也就是现在银行股连续3天、4天这样震荡回调，是银行股行情见顶，还是银行股在这里稍作休息，继续上拉？这个谁也说不好。有金融消费者实在忍不了了，忍无可忍，一头扎进银行股，人家就开始回调了。你要不走，它真的可能还调一段时间。叫银行股搭台，其他垃圾股唱戏。这个金融消费者就看着其他的垃圾股轮番唱戏，轮番上涨，你方唱罢我登台，自己躲在银行股里面躲涨。但这个金融消费者受不了了，把银行股给割掉，说我还是追那些垃圾股去，垃圾股还是要跌的。为了控盘，为了拉指数，这些主力恐怕还要拉银行股，也就是银行股拉的多少，现在你不能完全看它的报表，你要看它报表，它早就该爆了。银行股拉多少是根据需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至少目前是你要看好它，你认为它要涨的时候，结果人家是主力叫减持，大股东、小股东要逢高套现。我们再看这个专家称，下半年 A 股、港股市场有望连袂上涨。最近全球资本市场掀起新一轮上攻，黄金高位震荡 ，A 股和港股下半年一开盘就连拉阳线，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抬升。核心催化是美联储9月首降预期上升。特朗普公开给鲍威尔下课倒计时，逼宫式降息呼之欲出。鲍威尔若坚持不降息，白宫可能直接换人。历史经验显示，只要降息一落地，权益资产和黄金都将获得流动性加持。不过，金价年内已大涨，短期回落风险需警惕。若快速回调，反而是上车良机。长期看，美元越印越多，金价水涨船高，5000甚至1万美元每盎司只是时间问题。数字黄金、比特币同步飙升，亦从侧面印证美元信用下滑。这是专家说的，说黄金要涨到5000甚至1万美元每盎司，只是时间问题。专家还说 ，A 股突破3500点后士气大振，下半年有望挑战去年10月8日3700点阶段高点，并继续拓展空间。港股节奏略慢，但恒生指数已逼近25000点大关，南下资金与海外资金同步回流。港股仍是全球估值洼地，叠加政策托底，一批 A 股蓝筹今年密集赴港2次上市，优质资产供给大增，吸引更多资金配置。据说香港的很多券商今年上半年丰收
什么意思？券商就靠发股票赚钱，当中介。而今年很多内地的股票上市公司啊，在 A 股上市了，它一分拆跑到港股上市，导致香港资本市场经纪公司啊反而是一片繁荣，而且有很多内地的上市公司跑到香港上市，那你在那儿总得租个办公室，你不管多大的，你肯定租一个。所以说也给香港的写字楼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利好。这是专家的观点，认为 A 股、港股下半年连袂上涨，黄金远期要看到$5000到$10000每盎司。信专家的得永生。说实话，很多时候这专家的水平未必能比得上胡一金老师。我们再看看央视又向我们介绍一种新型的诈骗。这个央视新闻说，转发提醒，一种新型诈骗是网店发错货，16000家涉诈网店被关停。近日，北京的李先生在网上给孩子买玩具，却收到一包小苏打，维权时客服却让他脱离平台，进入私下聊天界面。客服说有一定的补贴，可能比原来的价格还要高，但是你得去做一些任务才能领取补贴。你看看这个诈骗还真的特别容易把你吸引住，也就是说，因为你一开始就掉进这个陷阱。市民李先生在某平台给孩子买玩具，收到的却是一包小苏打。联系客服后，对方让其扫描快递盒内的售后二维码，脱离平台，进入私下聊天界面。在采访中，民警告诉记者，近期在网购中有着类似遭遇的消费者不止李先生一人。他是给孩子下载了一个这个积木的玩具啊，最后发过来的是一个小苏打啊。有的失主呢，我们发现呢，可能是下载一个是落地的这种风扇啊，但是最后发过来呢是这种手持的风扇。还有呢，就是买的这种是洗衣液啊，到最后呢发过来的不是蓝月亮，是一种其他的这种稍微低劣一点的洗衣液。虽然这些消费者选择的购物平台和店铺各有不同，购买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但收货时却都是货不对版，只能联系客服申请售后。客服呢，这儿就引导你了，说可以退款啊，有一定的补贴呢可能比原来的这个价格还要高。那么呢，他就说，哎，那但是你得去我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有一个客服跟他进行聊天，你可以做做一些任务啊，领取这种补贴，比如说看视频啊，比如说做一些的这个小游戏啊。警方介绍，此类骗局具有明确套路。诈骗分子先在知名平台开设网店，售卖 U 盘、小风扇、大米等日常商品。随后故意发错货或寄劣质品，等待消费者投诉。接着以售后理赔为由，引导消费者扫描私人二维码，添加微信，脱离平台监管。最后通过刷单返利、投资盈利等利诱手段，以及账号冻结、法律追责等恐吓方式，诱骗转账。据我们调查呀，这个要在平台上开成店铺啊，需要提供相应的证件，他的这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啊，都是通过非法渠道购买的，基本上呢就是几百块钱一个啊，注册完了之后呢，就直接就扔掉了，非常廉价的成本呢，造成了开一个骗一个啊，我也能回本啊。同时呢，这种虚假店铺呢，它也有一个特征呢，就是它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形啊，比如是说建筑公司啊、商贸公司啊，它卖的是这种零售的小商品啊，像这种电风扇啊、洗衣液啊，名不符实。北京警方透露，这类诈骗发案数量近期呈快速增长趋势。仅某平台一家，最近1个半月就发现并关停涉诈风险店铺16000家。针对当前电商平台频发的假理赔真诈骗的电诈案件，北京警方将加强对此类犯罪上下游灰黑产犯罪的打击力度，并会同市场监管、网信、税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敦促互联网企业落实反诈责任，提前发现问题商铺，尽早降低涉诈风险。大家先看视频，因为这个受害者啊是真的，人家在网上买东西，买这个玩具或者买其他的商品，结果发过来就是假的，那人家肯定要维权，是吧？哪知道防不胜防，在维权这个环节，人家在这儿给你挖的坑。这个跟以前的骗局不一样，以前都是受害者啊，都是接到电话或者接到短信说你的密码坏了，这个出问题了，或者说你这个有问题那有问题。大家想一想，我也没干，怎么可能出问题？有的打电话说让你要去哪个派出所，去哪个这公安分局，都是这种诈骗。
所以一上来就假，叫一眼假。所以这个时候，只要你不慌，你不贪婪，你也不恐惧，这种骗局就很容易识破。但是现在这个骗局，这新型骗局，它不完全是那种叫子虚乌有、无中生有，它确实是你买的东西，你又受到一个假冒伪劣，而且你买东西的时候，人家的网站就是钓鱼网站，他就是故意的，你一下单，他就故意给你发错货或者寄劣质物品、商品，这时候你就已经上当了，这叫守株待兔。我个人觉得这种形式严厉打击，就这种网店不能把它关停就完了，应该对这些网店的店主，对他实际控制人要追究他刑事责任，这种最可恶，这真叫防不胜防。这个也类似于胡适，对吧？很多金融消费者是抱着什么目的进去的？做什么耐心资本、长线资本，结果哪知道进去再炒个1个月、2月，胆儿慢慢大起来了，跟胡锡进老师一样，就开始到处打听消息，做短线，追涨杀跌，最后慢慢就演变为割韭菜，抱着投资的目的进去的，最后遇到的是一群骗子，割韭菜的，最后是血亏离开。我看胡锡进老师恐怕难免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说到胡锡进老师，他今天发了好几个关于宗庆后的这个评论，这评论很长，因为他发了好几个。胡锡进说，他说宗庆后突然冒出3个非婚生子女，要求分割财产，他生前人设瞬间坍塌，并且导致娃哈哈面临严重的股权纠纷震荡，甚至迎来国资流失的质疑。这一突如其来的大转折招来海量的评论和指指点点。老胡也说一下自己的感受。胡锡进说，他说第一，宗庆后生前不写首富形象，现在看来的确有刻意打造的成分，不真实。宗庆后作为一名企业家，不应该树立与自己真实情况差距如此之大的社会形象，因为这对他自己、对企业都意味着长期风险。他有难以告人的隐私想瞒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应当知道，构建一个南辕北辙的形象，是在给更大震动埋下伏笔。胡锡进也说了，他也不清楚这个娃哈哈的公关团队为什么要给宗庆后打造那样的一个形象，不写首富。胡锡进又说，虽然宗庆后的人设崩塌，老胡个人认为，社会还是应当对这位创造了商业奇迹的已故民营企业家给予应有的客观评价。他的贡献是把一家校办小工厂变成了中国最大的饮品公司之一。他领导的企业应当说是参与定义那些改革开放民间力量之一。他做出的贡献已经被时间记录了下来，这个贡献不应因为他的私生活曝光而被抹杀。最后，胡锡进老师他又发了一个大概是类似于总结性的，说老胡主张不要因为宗庆后的私德污点而对他进行整体否定，应当继续肯定他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和实践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我看很多人对此都是同意的。胡锡进老师老毛病又犯了，又开始代表别人了。他非常自信地说，很多人都是同意。但由此我想到，对于社会上其他私德出了问题，但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人，我们也应责罚有度，该宽容的给予宽容。我不太清楚胡锡进老师要大家怎么对宗庆后宽容，所谓的宽容什么意思？这个大家在网上吐口水，发牢骚，写评论，有的支持，有的甚至还骂他，有的批评一下。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网上的网友网民，你对宗庆后，你对娃哈哈构不成实质性的伤害，仅仅这种评论批评或者是支持赞成他。所以胡锡进在这儿要大家宽容，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就是让大家还得给宗庆后再磕2个头呗，还得把他送上神坛呗。胡锡进后面说，他人非圣贤，普罗大众都是饮食男女，很多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对犯错的定性不宜过度严厉，更不应上纲上线，将犯错者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给人出路。说尤其是对于非官员非名人，要更多一些宽容，轻易不要把一个人往社死搞，说实话那不人道也反智。
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这个和稀泥这种转移视线，那跟加藤老师两个人是不分伯仲不分高下。我也看了一下网上大家对娃哈哈对宗今后的这个批评，那主要是因为宗今后他自己搞的人设啊，这个就像我们一直说加藤老师一样，加藤老师你反美你喜欢美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言行一致，你不能一边反美说美国不行，然后又跑到美国买房子把自己孩子送到美国，这个就不行了。你骗你的粉丝，骗网上这些8到15岁的人，这个就不地道，这个是我们批评的。你不能一边说美国不好，说美国要完蛋了，天天诋毁，天天那个骂，一边逢年过节跑到美国去过春节，家人团聚，骂美国是工作，到美国去是生活。我们骂加藤主要是骂这些，这个是他的私德。宗今后其实也一样，他在这几十年过程中，他有多少次在利用这种民族情绪打这个民族牌，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布鞋首富，完了之后是1分钱都不放到美国去，中国挣钱中国花，1分都不送到美帝家。但是现在揭露出来的这是宗今后这个家族，现在暴露出来就是离岸信托18亿美金，这是要干啥？暴露出来他们家下一代都是美国籍。本来这个网友对宗今后的他们家的事其实不感兴趣，你爱多少人，你爱在美国生孩子，这都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一边在美国生孩子，孩子都是美国人，完了之后在这儿宣传我这是民族企业。如果大家对这个来龙去脉不太了解，可以去搜一搜，大概20年前娃哈哈和法国达能之间的纠纷，那个时候宗今后就已经把娃哈哈跟达能的纠纷呢，实际上是他个人跟达能的纠纷呢，他成功的绑到叫民族企业高度，利用了一把民粹，导致什么？导致在海外达能赢了，但是在国内达能输了，就是打官司在国内输了，海外赢了，所以这个事就不了了之。后来达能只好退出，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说的就是那个事件中，宗今后就已经利用民族情绪。那你说现在一看，这个公司这一家人赚的钱全部搞到美国去了，你看在美国买了多少房子啊？现在网上到处在揭露，就说现在很多人把她塑造成大女主、嫡长女、复仇记的这个宗馥莉，有媒体揭露出来她也是美国籍，她在美国也有房子，而且在美国还有孩子，这有很多媒体在揭露，而且不是一个孩子，有仨孩子。但是这个因为没有正式报道，咱们也不能斩钉截铁。所以说胡锡进这个时候说要求这个大家宽容，说不是蠢就是坏，实际上应该是坏，他不是蠢，就是胡锡进这个时候就是阴坏啊。这明明是这个宗氏家族叫被流量反噬，你当初在打这种人设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一天要翻船，现在只不过是翻船的一个小小的代价，因为舆论根本就伤害不了他们家人。现在舆论也顶多是要求单城区国资委你得出来走2步，你赶紧出来，你不能默不作声，你作为大股东你也出来看一看啊，你该审计要审计，你的资产都被人掏空了，你还在那儿装作没事人一样，实在不行你把你46%的股份给他拍卖掉，让他们自己一家人去弄去斗争。你作为大股东，作为国资在这儿，这叫缺位。相对于宗今后的私德，我们更关注几十年来他有没有违法犯罪，他转到海外的钱，他在海外买房，这些收入是不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只关注这个。至于他家里人私德，他有20个孩子，那也得看他有没有违法，有没有犯什么重婚罪，反正只要他不违法，他爱多少孩子多少孩子，爱娶多少老婆。现在只不过是宗今后给自己设的人设塌了，轰然倒塌，这也是他应该付的代价。你这个时候跑出来让大家说宽容，你让网友宽容的意思就是大家保宗今后这个光环不要暗淡，这个宗今后的人设不要垮塌，还让他在神坛上待着呗。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就是在转移视线，他叫混淆。如果杭州国资委有关部门经过审计，认为到现在为止宗家没有侵害这个国有资产，那这也是好事，那就赶紧他的所有的美元，他的钱搞到国外去，这个都符合资金跨境流动有关的法律法规。反正我就知道普通人搞5万美金出去就很不容易，这些都是合法的。
那剩下的都是宗家他们内部的事务，他们爱怎么分怎么分，他们爱怎么告怎么告，怎么打，怎么协调，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你从今后你把网友当傻子，现在你倒塌了，证明你才是傻子。胡锡进老师让大家宽容，当然人家把你当傻子了，但不要紧吗？不就这意思吗？所以我一直主张企业赚钱，老板赚钱，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你赚了钱，你合法的，你合法的，你要转移，你也可以转移，只要你合法，千万不要搞人设，什么有大爱，什么拯救民族，离了我，这个行业都不行了。我就不信一瓶水，就娃哈哈就垮了，难道我们就没水喝了吗？一样也会有其他的品牌会出来。那去年有人发动水军攻击农夫山泉，让那个爱国正能量小粉小红都喝娃哈哈的水，导致娃哈哈脱销。那这个账怎么算？胡锡进老师也是呼吁大家宽容，也就是胡锡进老师呼吁大家，谁把你当傻子啊？你要宽容一点。也就是他当首富也不容易，也很累。他在美国买房，他把钱搞成美金搞出去都不容易，他很累，你要体谅他，不就这意思吗？对吧？人家当首富是很累的，更不要说人家生了那么多孩子也很累。就你们这些韭菜老是不体谅人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普罗大众都是饮食男女。胡锡进老师说的对，我们都会犯错误，但是犯错误不要紧，我也没有这样的人设，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就行了。这胡锡进老师就公然提倡一下说一套做一套，那是因为胡锡进老师他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他把这个必然当成习惯。所以我们讨厌的是说一套做一套，不是说你犯错误，你要犯了错误，那你犯了法，国家有法律来制裁你；你要犯了其他错误，那有关机关来处理你，别人犯不着跟你生气。所以大家痛恨的都是这些，首先是言行不一，完了愚弄、煽动这些网上情绪，为自己谋利，煽动这些网上这情绪，攻击对手。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